你有冇發覺你越去旅行有時係越攰嘅呢？有三大原因。第一，為咗慳錢，你海陸空舟車勞頓，行得嘅地方自己行，轉機平啲啊，中間 lay over 3個鐘咯，狗都冇你咁攰啊。第二，仲攰過你翻工啊！你放假之前開咗幾多日 OT 啊？做多咗幾多嘢啊？第三個原因嚟啦，成日都有人同你講嚟到嚟咗咯，行埋佢咯，睇埋咯。你對腳唔斷，我就唔信啦。所以每一趟嘅旅程真係要 allocate 少少時間俾自己，帶你去曼谷嘅 Siton Kempinski 嘅 Siton Wellness by Resense 去體驗下完全冇壓力嘅做 SPA， 將所有嘅負能量拋諸腦後，排出體外。就好似點解越去旅行越攰嘅第四個原因，係因為你準備功夫係要咗你條命咁滯。訂機票、酒店、做攻略、揾路、影相、P 圖、剪片，係咪你一個人做晒？係。第五個原因你要記得，係因為你同行嘅人好中意話俾你聽，我咩都得噶。結果佢乜嘢都有意見。你做咁多準備功夫嘅時候，佢有冇出過一句聲話願意幫手啊？係冇嘅。所以就好似我哋嚟做 SPA 一樣，有冷有熱，用溫度嚟叫醒你身體裏邊所有嘅細胞，分清楚乜嘢係好，乜嘢係壞。最緊要係要錫自己，對自己好啲。可以嚟試下呢個 Balancer Pro 嘅療程，可以着上氣壓按摩圖，跟住幫你做全身按摩，適合運動員啊、坐好耐嘅上班族啊、生活忙碌冇時間運動嘅人去做嘅，因為佢可以促進淋巴排毒啦、血液循環啦，又可以消水腫、放鬆肌肉，兼且可以幫你去除啲橙皮紋添。要消除體內嘅毒素 Siton Wellness 用高科技可以幫到你，但係要排走嗰一紮同你旅行嘅時候專吸乾晒你啲耐性、精神同正能量嗰班咁嘅人，就唯有靠你自己啦。做完 SPA 精神爽利，今晚繼續精彩，每一趟旅程一定要對自己好啲。